大家好，我是李安。大概在10年前吧，有一次新闻局，就是以前的新闻局，问我说，台湾的电影最需要是什么东西？当然，我说东西很多，我非常希望台湾有一个片场，因为就我拍片的经验，没有一个电影的基地，我觉得大家在那边散边游泳。有很多台湾过去的技术，其实我觉得是在流失，没有办法集中起来，一起做一个持续的发挥，就是没有这个沉船的东西在那边，不管是技艺也好，工具也好，还有拍片的经验也好，我觉得像老的中影那样的机构，虽然过去也不是非常像好莱坞这样强大，可是毕竟它有一个承先启后一个基地的作用。所以我就建议说，能够在台湾有一个电影的基地是最好的，它有基本的影棚，还有可以拍外景的地方，最好能够跟一个地方的生活的机制都结合在一起。当然有这个税务啊各方面的整套的一条龙的作业方，那对电影的工业就更好。那他们就问我说：“你觉得台湾是哪里做这个东西最好？”我觉得应该在台湾的中部。就在我以前在成功岭的生活经验，我觉得全台湾好像天气最好的地方、最宜人的地方，好像是在台中的附近。所以我就在帮新闻局在找这个适合做影城的地方。那后来很幸运的就是透过那个时候的胡市长，在台中市的市长，找到这个水南基地这个地方，他就说这个现在空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很大的规划，那有规划也还没有定案。我就那时候就梦想说，如果台湾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电影基地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后来又过了一阵子，我就有这个Life of Pi， 就是少年派这部电影，但那个电影非常的困难，我觉得就大家公认就是很难把它做出来。我的直觉就是说，如果我在好莱坞在洛杉矶做，因为专家太多，他就一定是用那个过去的方法，就是没有办法用新的方法有一个突破。那我就想到一个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一方面我能够把好莱坞的团队带到台湾来，给台湾的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一些学习的机会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另外一方面，当然也是为了电影能够找到一个活力，一个新的做法，一个全新开创的一个机会。当然这个事情后来大家知道，就把它做成了。